好，不如我哋嗱，所有我哋街坊咧，多謝咁多位街坊先。我哋喺呢度做背景好唔好啊？咁多位街坊，多謝支持，支持我哋呢啲無政黨，新界東南、西貢將軍澳。首先，我好多謝我老婆先。我作為一個咧無黨無派嘅分子，我老婆咧喺1個月之前辭咗職，辭咗一份穩定嘅職業，我哋仲供緊樓㗎，過嚟全力幫我做地區工作，係咪要俾啲掌聲我老婆啊？好，加油！嗱，我作為做咗10年，接近10年嘅區議員，我係新界東南最強嘅前鋒。地區發現咩問題呢？我第一時間衝出嚟去處理呢啲問題。而今次我嘅競選口號呢，亦都好清楚，就係叫做為我哋地區贏波，為我哋香港贏波，亦都為我哋國家贏波。我哋要為一啲民生嘅問題突破障礙，踢出未來。嗱，我政綱呢係分開3個層次，首先係地區層次、香港嘅層次同埋國家嘅層次。其實我哋見到地區上面仍然好多一啲民生嘅問題呢，譬如我哋新界東南、西貢將軍澳為例，我哋有交通嘅問題啦，交通嘅不便啦，買餸貴嘅問題係咪啊？咁多位街坊，呢啲都係通通都係一啲民生嘅障礙，需要一個有拼勁嘅議員入去立法會，逐一去突破呢啲障礙。其次，我哋亦都為香港嘅中產夾心階層發聲，面對4高1低嘅問題，高樓價、高開支、高負擔，同埋我哋高稅率，但係我哋嘅福利係非常之低。呢啲就係我哋香港通通嘅障礙，係需要突破嘅。而最後我亦都要講下國家嘅層面啦。我哋香港必須要做好一國兩制，尤其是做好超級聯繫人嘅角色，無論係地區嘅層次，以至香港嘅層次，甚至國家嘅層次，都係會做嘅。呢個就係我少少嘅政綱。我今次咧，亦都係用一個踢波作為一個主軸。踢波有2樣嘢係最緊要嘅，第一就係拼搏精神。但係一個人淨係自己拼搏係唔足夠，我哋亦都要團隊嘅精神。踢波就係講緊團隊嘅精神。而我今次張美雄新界東南最強前鋒，就係代表住年輕人嘅聲音。希望可以進入立法會，話俾大家知，香港嘅年輕人並不是躺平。話俾大家知，香港嘅年輕人有質素、有拼搏嘅精神，而且有團結嘅精神。希望大家支持我哋呢啲平凡嘅朋友、平凡嘅香港人入到立法會，為新界東南發聲。多謝咁多位。我哋終於搞掂啦！